你们老师有教你们什么叫破疤吗？哈，你若有知道的话，无你甲我解释破疤叫做啥？好，对不对？然后再来啊，你面膜那个我先不打脸你啦，我只打脸你昨天讲的话，好不好？来，公交我搁要留要礼拜啦，我就甲你讲过，你迄支嘴若是无准则，我就会一道一道甲你的面具一顶一顶甲你掠落来。好，还有我必须要先声明一件事情，我嘿啦麦啦，等下甲我当做黄安就做 Q 角的黄安，吼啊你我讲黄安 Q 角，你敢会讲去结合黄安要来甲我出征？你袂晓白痴吧？靠腰我没跟阮内底人起笑。人星巴克袂红讲我毋是台湾价值吧？哦，今麦说逐件代志拢爱做势利呢，来，哼，我刚刚讲到哪里？哦，我要先讲一件事情，陈思翰的粉丝，麻烦你们先去想一下，为什么霸气老板娘那个粉丝专业人数会慢慢上升，然后霸气老板娘的粉丝专业人气慢慢上升之后，我却没有在上面做生意，就很清楚了嘛，我不蹭那些人数啊，你们知道吗？陈思翰没有教你们对不对？网络是一个很虚拟的世界，今天很多人看你，不代表明天这些人会继续看你。你懂吗？所以数字不代表一切，实力才是真正的背景跟后台。陈思翰没有教你们这个嘛，对不对？好，还有啊，另外啊，谁骂陈思翰，谁就是在蹭他。那陈思翰是不是蹭韩国瑜、蹭蔡英文、蹭国民党、蹭民进党、蹭郭台铭、蹭吴宗宪、蹭蔡依林，对不对？蹭中共，所有被他骂过的人，所有他都被蹭的。所以他那些赞跟他那些点阅率是哪里来的？骂人来的啊，是不是？没来嘛。原来呢，每一个人都有10个赞，都有100个赞。伊骂遐侪人对无？伊骂国民党、骂民进党，一个韩国瑜直播，一个蔡英文总统直播，一个王定武直播，一个郭台铭爬山，你个一道就1万个赞，那你少少就几个赞啊，对不对？你爬带嘛，这也个个阿姨甲恁教，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啊，这你拢唔知哦，赞不代表一切啦，其实你钱哪开了无 ？FB 你钱开了啦，你要5万个赞、10万个赞、100个赞，通通都有。看你要站左边、站右边怎么站，通通都有啦。这个还需要人家跟你们讲吗？跑来我这边骂人说，那个粉丝专业的赞啊，一点人气都没有，还想蹭馆长。我都不咧衰小哥，我蹭他要创啊！我家己无本事呢，我家己无能力呢，我蹭他要创啥？伊什么物件啊？他蹭生技厂蹭成这样，大家生技厂人伫遐研发，伫遐做生意，伫遐做工课，大家辛苦干呢，大家拢是靠本事做出来的。结果伊干那样伫遐讲啥？我跟你们讲啊，保养品本来就是暴利呀！你刚才想啊，在你的眼里，我们保养品叫做暴利。我跟你讲，我分析给你们听。来，关本上课了。你昨天说我们的精华液不是真空品嘛？你说对了，还好你眼睛没有看错。我那天拿出来 BioCo 的精华液，没错。来，它不是真空品，但是它是专利品。专利品你唔知哈，因为哈你唔知什么叫做专利嘛？什么叫做专利品？来，这个 AG 加这个 BG， 把它打开来之后呢，要用的时候，人家这个是处方型的医美产品，所以人家用专利品。来，这个不是你随便外面找还找得到呢，人家这个是 BioCo 跟蕾丽丝人家他们的专利品呢。你看哦，要这样子调和之后。它这个精华液跟里面的经过冷冻、急速冷冻之后压缩而成的粉末，它才有办法做结合。你不懂没关系，慢慢学。阿姨用22年的美容技术经验，把它浓缩成20分钟教给你，你要学起来哦，好不好？人讲马紧，按个爱干完2，这个不是真空品，这个叫做专利品。专利品你不懂嘛人家 BioCo 懂啦，BioCo 才有啦，你陈思翰没有啦，
啊啦，搞嘎哈，又打脸了哈，是不是？又打脸了哈，甘西啊，专利2个字他看不懂哦，但是专利就是人家有去申请啦，有花钱呐，啊，你有没有花钱？哈，你今天呢，就算你去找人家生技厂帮你做产品，你有花钱吗？你有花钱去申请专利吗？你有花钱去研发专利吗？你没有呢，那个也是人家生技厂的东西，不是你陈思翰恶名昭彰的东西呢。为什么都要我把话讲那么白？话讲白就不好听了啊！哈，这个不是真空品，这个叫专利品，专利 OK， 舒安专乐毅力4升。嘿，头仔迄叫做专利品，啊，那这是足质量拢有啦，吼，这我等免甲你介绍啊啦，这应该拢知嘛，吼。然后人家这个专利呢，这个急速冷冻压缩制成的冻精干粉，人家这个也有专利哦，哈啊，不然你再去问一下你那一间生技厂，资本额1688万的生技厂，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专利，拜托加油哈。然后来，我们去外面。昨天陈思翰呢说我的保养品不是真空品嘛，对不对？来，等我一下，我调一下镜头。我要调一下镜头，等我一下。镜头，安尼调。哦，好，安尼，这是阮公司的走廊。来，我真的不是太喜欢在这边打广告，所以呢，等我一下哦。我应该要怎么用呢？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好来。我不是太喜欢在我们公司打广告，就是在我的这个粉丝专页打广告来，所以我把所有我的安瓶的 logo 我全部都挡起来了。这个是我的产品，好，来，他昨天说我的精华液不是真空品，我现在告诉你什么叫做真空品，我先教育你什么叫做安瓶好了。精华液为什么要做成安瓶？因为玻尿酸的东西做成安瓶，它才有办法保存在它最新鲜的状况下，而且呢，会因为我们家有呢，我等一下带你去看，你要看许愿池哦，走。我们家这边不是许愿池而已哦，我们家有水池。不好，所以我走去，赶快走回来。来，好 ，OK。为什么安瓶精华液要做成安瓶？因为呢，安瓶呢它是真空包装，所以呢它没有接触到空气，它也不会因为精华液太大瓶，然后重复接触到空气而导致保养品接触到空气，然后它的效果跟它的新鲜度降低。好，来，我们不是真空品，这不是叫做真空品，无这叫做什么品？你刚刚跟我讲，这不是叫做真空品吗？看没有，我可能把手机啊给不好，这不是叫做真空品吗？箭头，这不是叫做真空品，无这叫做啥？这叫做啥？这不是叫做真空品，无这叫做啥？哈，我这个不是真空品，无这个是什么？我一盒成本不到300块，不然这是什么？哈，你告诉我啊，哈。陈思翰，我告诉你，我的厂商不是只有屏东那一间呐，桃园龙美生技也是我的厂商啦，台中立言生技也是我的厂商啦，牛耳跟小曼老师也都是立言做的啦，够不够大厂？高雄新达博生技公司也是我的厂商啦，屏东雷迪斯也是我的厂商啦，你他妈的，你到底什么东西？什么叫做真空品？哈，安尼啊？你敢敢啦，哈！你敢敢？你到底敢敢啦？我告诉你啦，你今天讲什么都好啦，你就是不要给我讲到这个品牌啦。你今天有办法做到这个品牌的时候，你再来嘴啦。欠人抢嘛，
安尼告告派哈，真空品，什么叫做真空品？你连真空品、专利品你都不懂了，你陈之汉出来跟人家讲什么啦？哈，你要出来跟人家讲什么啦？随便送一个亚克力的桌子，就请你啦；送亚克力桌子就请你啦，哈，送一个亚克力的桌子，跟底下告派囡仔大谁这么好的玻尿酸，我摔掉一盒，对。而且我跟你讲，林轩，玻尿酸缺货，那个是客人的，我跟他说你那一盒先借我摔。哈，你这请你敢有这请啦？你敢有这请啦？哈，你若无这请，无这材料的无，你莫伫遐讲啦。我关起门诶，因为刷落来可能会讲我是歹听。我摔了啦！你敢有这请啦？哈！你昨送一条亚克力的刀啊啦！你教囡仔啥？你教囡仔啥？你教囡仔业害讲若伫台湾无？教囡仔鸡摆业害啥？你一个网红，你伫咧直播顶管教囡仔这安尼对吗？哈！安尼敢对啦？哈！陈思翰的粉丝，你很敢呛我？来啊，呛啊！我跟你讲啦，A红敢来我的粉丝专业也卡抢 ，A红敢我开掉，我在明，你们在暗，我就说过了，我在明，你们在暗，你们有本事不要在网络上面骂，因为你们在网络上面骂，我的家人会看到，他们会心疼，所以你们有本事出来面对，出来面对嘛，对不对？对不？莫讲我一个查囡仔惊代志嘛，我惊啥？我到底要惊啥啦？哈！我今天我配合的生机场不是只有一间呐，我配合的生机场一共有5间呐。桃园龙美啦，你去查一下人家的 GMP 国际认证旗号啦。台中立研呐，牛耳跟小曼老师都找他们代工啦，你去查一下啦。哈，高雄新达博，你去问一下谢博士我是谁啦。哈，屏东雷迪斯啊，去问一下啦。还有再去问一下，我跟BioCo配合多久了啦？你陈思翰什么东西呀？哈，什么叫做保养品都是暴利？你去问一下，我跟这些生技公司在配合的时候，这些生技公司的厂商，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博士花了多少的体力心力做那些事情？你在干嘛？你在讲干话哈？重点是一个查甫人讲话袂勇敢，敢讲唔敢承担，上好粉丝。管粉们要醒了没？管粉们要醒了没啦？哈，为什么这个粉丝专业没有在打广告，没有在卖东西，每天人数不断的上升？为什么？因为台湾懂是非、明道理的人越来越多了啦。为什么？哈，你就一定爱人安尼啊？你讲吗？一定爱讲到这么明吗？哈？想让被用洗面洗干呢啦！我已经陈思翰，我已经不止一次给你台阶下了。我也说了，你要卖保养品，你的事，但是不要去攻击我们保养品产业。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发声，对，就像你说的，我是什么东西，不要讲到我是什么咖小，我是什么小咖。我告诉你，我今天黄梦婷代表的不是我自己单独一支 VB 产品，台湾 VB 保养品。我今天代表的是全部台湾的美妆行业，自创品牌的美妆行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敢讲，不是每个人都敢站出来捍卫台湾美妆保养品的品牌的自创品牌的权利。而你在做什么事？来，光你这瓶干洗手，你的特色在哪里？你找育肤宝帮你代工，里面成分内料什么完全没有改过，换上你的标签而已。你跟我说你最顶，那育肤宝他们的呢？不就顶上加顶？因为他在你前面还要卖。我没有说过你的东西怎么样了吗？我完全没有说过，我们完全没有说过，从来没有攻击过你。你为什么那只嘴巴就是要那么臭，就是要那样子攻击别人？为什么要一直这样骂人？为什么？为什么要任由你的粉丝在下面骂人？你一点喝止的动作都没有，这样子你凭什么说你自称台湾第1名的网红？凭什么？什么东西呀你？看人抢嘛！粉丝讲迄话，无一句真正是人话啊，真正无一句是人话啊！而且啊，你封锁我 YT 的留言功能啊，你的粉丝叫我出来面对再喊赛，啊你白喊赛你就看袂到啊！
我真的暴怒，我刚刚摔那一盒3000多。我跟你讲啦，钱我真的没有很多，但是骨气我真正做有骨气的啊，骨气我真的很多啊，我真的很大啊。不要再攻击我们公司，不是啦，你没有攻击我们公司啊，不要再攻击我们这个产业啊，不要再攻击了啦，已经很多人看不下去了啦。你觉得生技厂一间一间跳出来 support 我，然后拿东西出来让我这个敢发声的人、敢发言的人拿出来打脸你，你觉得这样子很好吗？各做各的生意嘛，对不对？你做你的生意嘛，你现在要做你的氨基酸洗面乳，那很好啊。氨基酸就是一个高蛋白质的成分嘛，很好啊，它可以去提升皮肤的抵抗力呀，你就去卖呀，对不对？你不需要去攻击别人，说别人东西都是暴利呀。你的氨基酸洗面乳其实也就是那一间生技厂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换了一个瓶子，贴了你的标签在做嘛，对不对？那不然你就去做另外一个你自己的成分嘛，做出不一样的再来讲啊，是不是？而不是说在上面只说你的最顶，你的最好啊，好啊，你的精华液也不是真空瓶，我刚刚摔给你看的啊，是不是真空瓶？它是不是真空瓶？哈 ，BioPro 对，这个不是真空瓶 ，BioPro 这个是专利品呐。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啦？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你知道 BioPro 多大吗？你知道 BioPro 从美国、从台湾红去美国红回来吗？你知道吗？你会吗？你不会嘛？你只会说那个潇洒梦，那个弱智啊，又在那边生气了，在那边呱呱叫。我生气，你真的以为我是因为你而生气哦？我是因为你乱讲话而生气。说真的啦，你对我什么咖？你干嘛跟我比？那你什么咖？你凭什么跟喇嘛比？哈，你拿什么跟喇嘛比？哈，你拿什么跟海洋娜娜比？我问你呀，你的粉丝，你不断的，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嘛。你说到时候我会把成本全部都弄出来给别人看啦。再来看看谁暴利啦！你动辄温东北七你今天摊出来的成本不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成本内料的成本你今天摊出来的成本是生技厂给你的成本那是随着啥？随着其他甲你共一间代工厂，甲你共一间生技厂卖遐产品的贩售者呢，不是随着阮呢？哈，你动辄温东北七，唔知道你在冲啊？还有你的粉丝叫我把我的东西成本拿出来给你们看，我问你啊，你是碰几百万没来看我的专利产品啦？你要看我的成本，你先来签经销嘛，对不对？你签经销啊，你经销签了，我就给你看我的东西成分到哪里呀、对不对？讲钱无，讲材料无，讲弟兄无，讲地位无，恁要凭什么物件来看人的成本到底偌济啦？哈，要凭啥啦？什么物件拢无嘛，对不对？你被骂这个刚好而已啦。你每天都在骂人呐、你今天不说我们，我会开直播说你吗？我今天如果真的要趁这个人，这个什么那个这丁在讲那个啥流量嘿哦，我今天如果真的要用什么流量什么啦，我跟你讲，我炸逼啊啦，我真正炸了逼啊啦，我炸了好嘢啦。我炸了好嘢啦！我讲他坦白的啦，2年前呐，曾经有一个新闻呐，2年前曾经有一个新闻，因为有一个客人欺负我的员工啦，不合理的要求啦。那个客人我在韩国，我隔空用电话跟他对话，我跟他讲说，叫他不要做了啦，就是因为他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啦，对我的客人。对我的员工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要求，太过分，我就跟他讲说，那没关系，你要去消机会你就去。好，那个客人在电话里面呛我，我跟他说，那没关系，你现在票券拿着，门在你的左手边，出去。那个新闻红到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韩国。那一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小心我刚刚摔的，你小心，我等一下再扫，我等一下再扫，你不要弄到。那一个新闻爆红的时候啊，多少人涌进我们公司要去买沐浴乳，要去买我们的保养品，我没有赚过1分1毛，我没有卖任何一个产品，为什么？因为我不靠网络新闻赚钱。那一天我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给记者，那一天一共7间新闻台的记者去公司要采访，我们拒绝采访。
因为靠网络新闻做生意，靠媒体做生意，不是一个真正有实力在做的事情，不是一个真正有实力、有能力在做事情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所以你也不要说叫我去攻击美王，那美王来告我，我们两个就可以上新闻。我告诉你，我不屑上新闻，上新闻我不屑，我真的不屑。我也不屑用网络流量来赚钱，我真的不屑，因为我的专业不是在网络上，我的专业是在我的产品跟我的事业上。所以不要在那边讲那些干话，你们讲那些干话，我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好，还有我另外稍微点一下，潘小姐，你做过什么事情？你说过什么话？你自己心知肚明。你也很希望我在直播上面提到你，哈。我也不想要多说，因为你的事情网络上面都查得到，懂的人他自己会去看。你要怎么批评我，你要怎么说谎话，那都是你的事。没啦，他刚刚不是小雨去扫地，刚刚金云要扫，我说我等一下再用，因为那是玻璃的东西，我等一下再用。所以讲话拜托动一下简佩的脑袋。不要再来这里找骂哀，不要再来这里找人帮你们洗脸。陈思翰也麻烦你直播上面不要影射，不要故意去影射，故意去讲我们保养品，故意去讲到影射、类似，或者是假如、例如，听人家说那个弱智来形容我。很多人都在看。你的观看人数不代表全部都是你的粉丝，很多人都在看你接下来要讲什么事，说什么话，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你已经准备好要做保养品，我祝福你，我也希望你做得好，然后让平价商品可以顺顺利利上市，我也祝你生意兴隆，好不好？但是麻烦你不要再去攻击我们保养品的专业跟我们保养品的专利，因为你陈思翰在我眼里也不是个咖，也还轮不到你来攻击生技厂的博士、生技厂的用心，还有我们专业研发人员的我们的专长，来轮不到你，因为你也不是什么咖。不要拿香肠去比蓝妈，不要拿香肠去比 SK2， 你们该不会到时候说？你们该不会到时候发音可以标准一点吗？听得很痛苦，无你目干听啊，看你要倒啊，哈，无爱听莫听，目干听啊，这也无看粉丝啊，对不？这不看粉丝呢？那个啥名陈善人，你可以讲善话吗？哈，你唔爱听目干听，看要倒啊，对不对？这也无看你一个人啊，莫听啊，是我发音不标准，还是你无学耳屎，所以你内底会有杂音，哈，莫听目干听啦，伊边仔算刷啦，哈，好，不要再骂了，不要再讲到我们了。你要卖你家的事，去卖，好好去卖，卖好一点才有办法打脸我们，对不对？不要再用攻击了，真的攻击别人莫须有的一些东西，不会让你变得更好。你是一个企业家，那你应该去好好呈现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哈，油肠柜有没有卖猫咪不会死的？那你应该，我想看卖啊，这句名啦改。油肠柜有没有卖？因为没有啊，因为粉圆头期已经过了，所以其实我已经没有那么伤心了。所以这种人，油肠柜有没有卖猫咪不会死的哦？不然你们家有人死吗？恁兜敢有人死啊？恁兜敢有人死啊？恁兜若有人死啊的话无，你应该爱去研究看嘛，要安那，互人袂死啊？人若袂死，鸟就袂死啊，是毋是？油肠柜。哦，奇怪呢，我讲真嘞，奇怪呢，恁这个人真正批评，甲拢无啥物别项物件，人批评啊咧，批评了啊，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厉害啊？你用干你动物园批评狮子嘛，对不？你批评狮啊，对不对？你摕石头去啃狮嘛，你动物园甲狮批评嘛，好，你就拿石头去攻击狮子啊！你跟狮子说，干，你是狮子还是猫哈？你会死吗？你怎么不去动物园攻击狮子？你看你会用好比诶？到底是他个你讲真诶要做人的粉丝啊！他开真正聊到12亿的啦，汤圆在家，汤圆跟欧在家，他们两个现在正在磨合期。哈，他开聊到12亿的啦。对，一直提粉圆干嘛？粉圆就去当天使了啊！粉圆连头七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就是去当天使啦。所以粉圆的事我走出来了啦，还好不会难过。就这样子啊，好，所以陈志汉有本事的话，直接来啦，来啦，好，不要在那边说什么啊，你认识什么市议员啊？你认识什么立法委员？你认识谁？我也认识川普啊，川普认识我，不认识我啊，哦，对不对？啊，你认识那些有什么吗？能怎样吗？能怎样？你认识那些你说错话不用被罚钱吗？你认识那些你做错事不用被处罚吗？认识那些怎样？怎样啊？阮嘛实在做这啊，阮伫南部，阮嘛实在做这啊，阮就袂摕出来讲啊，就够无聊。你像迄囡仔呢？我认识那个哪里佚佗的老大，你认识吗？你像迄囡仔呢？不讲话啊，大人大种啊，讲迄话下死下井啊。好了啦，下播了，我要去扫玻璃了，因为地上都是玻璃。讲话用点脑袋啦，好不好？哈，讲话用点脑袋啦，我要去忙了啦。陈志汉，我等你下一次直播在讲什么干话，我就会上去听哈。然后我下礼拜会分享蜂胶跟蜂蜜，会分享。小心不要踩到玻璃。我下礼拜会分享蜂胶跟蜂蜜，然后呢会赠送那个林阳俊临时粉丝团林董要赠送给大家的那个青春元素，那个还不错，那个里面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然后有白藜芦醇，然后再来它就是它有女生多吃这些东西的话，它是可以提高那个皮肤的一些，就是可以有抗氧化的效果，我觉得那个还不错，我们下礼拜来送哈。好啦，拜拜啦哈！那个管粉去旁边玩沙，然后陈思翰我等你再拿出更厉害的东西再来说，好不好？然后。